5自控了后，新政府就要上任。现任的教育部长潘文忠昨昏是上尾一届去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，针对桃园某一间高中学校霸凌的事件，潘文忠是表示，虽某校园辅导法已经有修订啊，不过针对校园霸凌，还有一寡自伤的案件也是真多。伊讲这是伊任内上大的遗憾。查某学生互同学踢倒啊椅啊，甚至佮加头毛。桃园某高中顶日传出霸凌事件，结果互议员压制。涉嫌霸凌的女同学也佮反过来提告，类似的校安事件社团引起立委关注。就您看完了以后，觉得这算不算霸凌？如果从影像所看到的，当然是霸凌。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下去以后，各校根本现在一知半解啊。我们可能更可以用这个机会去了解，那学校在执行作业程序啊，有什么地方是被误解？任内觉得很遗憾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你会愿意放在交接清单的前3名。校安、霸凌等等，学生辅导法虽然教育部已经做相关草案的整理哈，但是在大家意见的整合这方面啊，看起来还需要再做努力。任期超过7年的教育部长潘文忠，任内最后一摆到立法院做专案报告，讲到还未完成的代志，都有校园霸凌。虽然校园辅导法已经修改，也毋过也是爱搁较拍拼。也有最近几年推动国际生新型专班，由企业甲国发基金补助，要求国际生毕业爱留待2年。也毋过有立委烦恼乌港争议会搁发生。我们现在又在看到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津贴，每个月1万，但是它要有2年，有什么样新的方式来确实督导，不要让过去的黑工乱象。你既然要招这样的学生，你一定要亲身的去做相关的招生的作业，绝对不准从假这个中介入学，一定要给当事的学生。因为产业人才需求所开设的新型专班，以 STEM 金融甲半导体相关领域优先113学年，拢总协定35校123班，2301人，197间合作企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